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，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较细腻哦，豆豆爱行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今仔日咱要来摕宝藏，啊，毋过若是想要摕宝藏，台语也真好。你台语好无？真好，真好。你台语好无？有。冠文，袂歹，袂歹。哎呦，换你咯，你台语好无？就好，就好诶！大家真有信心，安尼咱会当拜托石门神紧开门哦。石门神开门。石门神，你是安怎？我去染着风寒，我感冒啦。啊，我有去挂号，我即马哦，先来去哦，互医生看啦。你等一下，是你先开门，互阮入去了，你才去看医生。啊，你讲安尼嘛有道理呢？安尼一抓路吼，遮尔远来到遮。好，小朋友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：什么代志身体无爽快，你会去互医生看？身体无爽快，去互医生看。手骨断去，手骨断去，这真严重一点，啊去甲骨头折起来吼。嘿，迄就疼。脚骨断去，脚骨断去，袂行咯。冠文头别开，头别开，有管你咧。车祸，车祸。车祸，哦，恁遮的小朋友，大家拢真严重，大家哦拢一定会身体健康无问题。即马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林正林爱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现身，敢若咧做运动。来，咱来到这个所在，小朋友你跟我行。是，你脚骨爱。脚爱举起来哦，安尼较会标准哦。哦，安尼做。安尼无标准啊。哦，头前安尼做运动，做几下个，迄规个身躯拢烧起来。你那雄要做运动？一定要做运动啊！你看迄石门神呐，啊，就安尼破病安尼啦。袂堪呢，身体袂堪呢。袂堪的，所以要真勇行，所以要运动。你平常是有咧做运动哦？有啊，毋过是像手骨断去啊。手骨断去，就是你哦。就是咧运动要闪球的时阵，咧跋倒啊。哦，你讲你倒退路的时阵。哎呀，就安尼要闪球啊。哦，啊，还有人头别开是啥？头别开。你真正头别开？啊是安怎啦？发生啥物代志？我着细汉时阵害亲手飞出去。害亲手飞出去哦。啊，成你咧？我脚骨断去啊。你嘛是脚骨断去，大人一定拢有去病院的经验，所以今仔日就是要来考你甲病院有关系一寡题目。OK， 准备好啊未？好啊。好，有信心无？准备接招，现来个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着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哇，真正是非常的了不起啦！咱台湾的医疗健保真正有够厉害，连续6年亚洲第一。更加是世界第一破车吹咯！所以讲，咱台湾的医疗体系真正足厉害。今仔日就互大家了解讲，到底要安怎做一个真好的医生？第一课爱上啥咧？就是爱了解咱规个人的人体。准备好哦，来，起来噶！加油！接好哦，来，后一个。后一位。哎呦，我接到，看准。
接到咱是，看好准哦。水，来看卖啥？真噶，水啦！水啊，无对，哎，这相信，什么手手对，换魂，哎，水哦，回呼，回复无唔有对，关，加油加油，有滚哦！咚咚咚咚咚咚，心中，啊，水啦，心中，啊你，哦，啊，收者，可惜，啊是后一个，啊，后一个，后一个，哦，有看到，金仔头，什么头？金仔头你讲我的头哟？唔是啦，金仔头金甲头啦。伊讲金仔头，我的头是金仔。来，较注意的哦。这无？哦，啊这个，卡头，嘿，对，卡头。好，来，加油加油，时间够有吼。啥？嘿啦，对，鱼无唔对，啊卡头一个，看准任何面哦，一尾甲好起来。卡起，哈，啊什么？一个，目睭，嘿，对啦，目睭，过来，加油！有关，哈利，小肠无唔对，小东好，继续甲加油落去，吹落去。卡汤，哎呦，厉害哦，一看就知哦。头卡，大脑，嘿，水，好，有关，有滚，你这件好伊啊！可以讲，嘿，水，啊，跳出来，够有机会，应该是的。加油，过来，接不准。哦，水，好掉。卡层饼，好，要紧。好，来刷。迄落卡接片是吧？卡接片，敢有看到啊？念无啥会出来？会记得无？有吼，咱即摆来看卖有倒几题。豆仔，豆仔以上的题目，我的，好你的哦。因迄真正要拼起来无好拼哦。对啊，哦，嘿啊，对我啊，看迄个图，我卡层念对啦。看图就知影。我知影这边安怎念，但是我唔知影这是安怎。我感觉伊的表情真济，题目出来安尼。哎呦，油头夹面的感觉吼。金甲头是倒位？金甲头，都一个部位。这肩膀，嘿，肩膀就是金甲头。好，安尼拢真了解啊，拢总得到11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抱只吹落。今后第一关就摕到一个金箍箍，表示讲你摕到保重的机会真正介大。第二关就无遮简单啊，准备好未？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多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来哦，第二个关卡哦，啊，甲恁借问一下哦，恁若是去验的，上基本爱知的物件是啥？人，啊，你人就会去啊，我是讲你身躯边爱知，哈？包啊，肉包是无？包啊，哦，你巴肚枵通啊先食，因为咱有当时看医生要等足久的嘛。爱炸哦，你真正讲唔对，哦，爱炸钱，爱早钱，钱，啊，还有一张上重要的啊，健保卡，健保卡对啦，还有手机啊，手机啊，嘿啦，尽量拢爱知。啊，但是吼，即马其实无早健保卡是较免烦恼啦，因为咱即马科技真发达嘛。啊，咱就是用手机啊，家己看病医的 APP 甲抓落来，啊，登录咱的资料，咱就通炸手机啊去看医生啊，是毋真方便？是对啊，所以我即马要来出题目啊！啊，即马要出的题目是病院内底会出现的人甲物件。啊，人甲物件，请开始现来教。病人，病人护理师，对，哈利咯，医生，好，水来继续。护理师，讲过啊，啊，讲过啊，唔对啦，哇，保全，水保全有，死人，
水，不要确定是有标准。电视，电视有，电脑，电脑有，电话，对有。拄出世的囡仔，哇，你哪遮搞啦？刀都啊有，刀啊，楼梯，哎呦有哦。好，水果，无哦，唔对，迄是你早起的。药啊，有啊，有。电话，电话有。冰床，面床好会用的。机器，啥物机器？我看大张的机器。刷。所以你有想到啥？你无讲，因无讲到。有水，电梯，哦，电梯哦，电梯要怎讲啊？梯，大哦，张大档啦，吊大档。哦，还有手术刀啊，手术刀，都有讲到，听档哦，对，听档，我听档哦，安尼听看卖啊是。哦，这组厉害，隆重得到15题啦！哈哈，真强。啊，不过后一关就由我来甲恁 PK 一下，有信心无？有喏，来哦，现来噶！好，第二关啊，不过咱的题目真简单，好，来，互你想一下，去病院的原因，即摆想一下，拄则你有讲过吼，啊，咱做伙讲，开始好无？1、2、3，现在个，卡登去，卡登去有，手登去，哦，目睭盲目，好，落屎，老师，老师有哦，不倒听，洗鼻床啊，啊，你有生过了？出车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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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流，身躯洗流，红棍落掉，漏掉，漏掉，膀胱无力，膀胱无啦，上班，我大概拢是上班，拄则甲你的爸拢讲出来。好啦，咱来看卖到底有啥物镜头会走去医院啦，好无？头先有有倒位无讲到，胃肠炎，你有当时食唔对去，胃肠炎对唔对？有我就有，老朋友，啊，我有一个问题吼，哈利，我头先一直咧讲，你敢若一直咧甲我吐下，我拢有听到咧，无啊，无吗？我昨咧甲伊讨论讲佫有啥，哦，还有啥？毋是咧甲伊毋是你甲我，洗面啦，我真正叫用洗面啊！我甲你洗面，啊，这个你甲我要等去甲我阿母讲，好不要紧，不管安怎，恁拢已经赢，恭喜恁过2关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我感觉这阵囡仔真正有够的啦，毋若去用洗面，啊，搁有恁摕到2个金箍箍，后一关哦，绝对无遮简单。来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写写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拢知影，咱若是破病，就爱去互医生看。嘿，无毋对哦，，你敢知影？台湾有一个足特别的医生，伊是啥物医生？伊是替啥物人看？替啥物物件看医生咧？替你看，毋是，啊，替动物看，替动物，骗动物看，替心灵看咧。哦，有可能无？毋知影，咱来看卖啊一个，进来噶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一位真特别的医生，伊是一位专门咧治疗红仔的医生哦。哇，一礼拜哦，就看到遮尔侪红仔挂号咧等呢。唔知影医生会安怎甲因治疗咧？
红仔医生就是要甲红仔治病嘛，啊红仔有可能就是有垃圾，还是有破，还是讲规只害去，啊我的工课就是爱甲伊医疗好。做这个工课是因为我看到人客甲伊的治疗好的红仔摕走，敢若伊的心去用治疗迄种感觉。其实我嘛是感觉我的心嘛是去用治疗。修理好的红仔，心情看起来敢若足好的呢。看到红仔的面哦，我常常想到一条题目要问大家哦。请问恁敢知影红仔面是咧形容啥物咧？红仔面，红仔面，红仔面是啥物意思？请两位解说。好，白谢谢讲来，互恁知，互你摕到金5块的笑嗨嗨。这句话是咧甲人娱乐的意思。但是看到一个人生做红仔面真水，你就讲哦，你的红仔面真水哦，甲智慧之神同款水。啊，水真水，我感觉可能是这个答案。咱即摆就听讲下红记记的讲法。你哪会当甲智慧之神巴结？哼！我甲你讲，请我红记记哦，互你食饱哩哦。这个红仔面的意思呢，是咧讲哦，这个人吼，伊哪拢无表情，啊吼，迄面吼，敢若迄红仔共款死板啊，所以哦，咱会使问人讲，啊，你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哪会安尼红仔面红仔面？哦，多谢红记记甲白谢谢。啊，恁感觉红记记讲的较好还是白谢谢？白谢谢讲的倒一个较对？红记记啊，红记记为啥物是红记记讲的？因为讲迄无表情。无表情。对，啊，白谢谢拄则讲的，你感觉咧？有君你感觉咧？伊是讲这个人真好嘛？真好。对。智慧之神，你的红仔面真水的就亲像我安尼啊，大家看卖一下。来巴结啦，我甲你水角，啊，就是红仔面。角。好了，紧算起来哦，紧算一下哦。咱来投票者，白谢谢野手2票。 2票，红记记的野手。啊？安尼这是要安怎办？搞到就搞到好，来，恁派代表，派代表，恁家己啊。哇，派姐较厉害啊！打到9号，这好，所以是红记记，确定咧，确定咧，确定哦。爱摕金箍箍金哦。可可。红记记，决定要红记记啦。你看你笑到规个面嘛红记记。好，所以是红记记，敢安尼？红记记，红记记，所以是红记记，敢安尼？再会。讲两个你实在讲了太好啊！你要共骗嘛骗安尼哦。算，讲话是辛苦啊。还有2位朋友，你介意嘛是真好。嘿啊，那是。那是都因两个啊。但是你选唔到，你竟然2个赶走安尼哦。剩恁2个哦。剩恁2个，咱袂放弃。袂放弃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红仔嘛是需要保养的哦。恁看，即马医生哦，在咧替红仔热毛，但是干那替红仔热毛，可能阁无够。红仔上惊念到的，就是生膏啦。毋过哦，毋免烦恼，咱有一招会当预防红仔生膏哦。恁敢知影倒一种方法会当互红仔袂生膏咧？哦，红仔生膏，恁厝的红仔敢捌生膏过？无呀。臭扑鼻安尼。安尼无要紧，咱来问看卖到底是啥物吼？来，请红记记甲白谢谢。我来讲，爱顺高法，就是爱拍日头。拍日头。哦，这拍日头呢，因为吼，这个麦肯嘛是高，上介意吼，秘伫一寡吼，足淡、足湿的所在，所以啦，你只要摕去拍日头，甲伊拍哦打，啊，这个麦肯哦就袂弹出去，安尼知影无？哦。毋对，我甲恁讲啊，这吼一定要用电风去甲伊吹，啊，互伊通风。啊，你若是吼甲伊拍日头，迄个红仔就会歹去会浮去呢。哦，吹电风还是拍日头咧？你感觉咧？因为白谢谢，相信，啥物是白谢谢？谁个白谢谢？白谢谢，因为迄
日头、拍日头，日头有紫外线，紫外线嘿，会互迄杀菌、买去，麦克互伊用，消失去。可以胖消死去。互伊用死。其实有道理的，因为吼，你阿嬷阿公迄落就是枕头啊，还是面皮拢会摕出去拍嘛。啊，啊，毋过吼，你想看觅，伊若是一直拍，伊会褪色无？伊会褪色，哦，伊会是一个哦太快去。你要想浮起喂。看觅啊，伊讲吹电风哦，以前古早时代哪有电风？我唔知啊，你有君你感觉咧？应该是白色色。应该是这样。哦，哦，伊相信白色色。所以你的阮的答案是白色色。好，非常的无确定，咱来看觅啊，敢安呢？再会。无去啊！那，真正是无人诶。真正拢无人啊！扛啊！为什么是吹电风啊？真正要解说因为拍你就是会浮起啊。哦，就是会呼气会啊，褪色啦，会褪色啊，红啊就歹去啊。对。啊，我的朋友咧，小朋友，好啦，恭喜恁着无半题，啊嘛摕无半个金箍箍伫咧上尾一关，啊，毋过恁有2个金箍箍，嘛是有机会通啊摕到宝藏，现来噶。哈哈哈哈！上尾一关有困难无？有运气问题。运气问题，啊，这嘛是运气哦。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就看下恁头前运气无好的运气，敢会通啊拢摕掉，好无？来开始讨论，看你要选倒一个动物。你们选倒一个动物？是倒一个？玫瑰鹿哦，玫瑰鹿，有啥物玫瑰鹿？因为玫瑰嘛，玫瑰。啊，是咱要选其他的，还有3个动物选牛嘛，石虎、拉力。你是对其他的动物都无感情？我是第六感直觉啦。第六感直觉。你一个第六感，你就对啊啦。嘿，我就感觉这一题，动物选牛是无？我就有这种感觉。你感觉动物？无啦，我讲玫瑰鹿啦。一直都是玫瑰鹿啊，你坚持啊。好，所以决定是玫瑰鹿。玫瑰鹿。好，来手甲放起你，请起来。玫瑰。康啊！哎呦！我是毋是甲你讲过？我头先就讲，啊，我唔知影，这就是足明显的提醒啊。啊，歹势，我演技搁向西面啊。无啦，你小搁讨论者，恁搁讨论者。你拄则是毋是一直要选动物选牛？安怎？等我选牛。试看卖好咯。好啦。选牛。等我选牛。确定。等我选牛。动物选牛。确定。哎呀，我唔对。请起来。动物选牛。有请咱白色社红吉吉颁奖。木做倒椅，哎呀，真正足厉害，足无简单的咧。所以你要多谢什么人？好声吹落啦！来继续学台语，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再会。哇，你这礼物看起来真好耍呢。这真厉害呢。